各位关注健康的老朋友，还有刚点进这支影片的新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医师。在今天的分享中，我们不谈那些晦涩难懂、虚无缥缈的大道理，我们要来聊聊一个非常切身，甚至可以说是许多人心头大患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在我们现代这个高科技、快节奏的时代，依然困扰着无数人，让人夜不能寐、食不知味，生活品质大打折扣。请问荧幕前的你，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每天早上醒来，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，喉咙就已经开始发出警报，那里头呼噜呼噜地响，就像是身体里装了一个小风箱在拉扯一样。紧接着你必须费九牛二虎之力，咳得面红耳赤，脖子青筋暴露，好不容易才能把卡在喉咙里那口黏糊糊的东西吐出来。吐出来之后，这一天才算勉强开始。又或者你可能正在公司开着重要的会议，正在跟客户谈判，甚至是在家里跟家人亲密聊天的时候，突然尖喉咙一紧，那口痰就这么毫无预警地涌上来了。咽下去吧，觉得恶心反胃，吐出来吧。在公众场合又实在不雅观，它就像个赶不走的顽固房客，死皮赖脸地卡在那里，让你的声音听起来永远是沙哑的、含混不清的，甚至影响了你的自信心。临床上，我见过太多患者带着极度痛苦、很无奈的表情来找我，他们甚至会问我：高医师，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我明明没有感冒，没有发烧，去医院照了肺部电脑断层 CT， 报告显示肺部前干净，近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这些源源不绝的痰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为了治好这个毛病，他们吃过各种消炎药，喝过各种化痰、糖浆，甚至把抗生素当成3餐在吃。刚开始吃药的时候，似乎稍微压下去了一点，但只要一停药，不出3天，这痰又卷土重来，有时候甚至比之前还要严重。这个种反反复复的折磨，让很多朋友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，甚至开始怀疑：难道这个痰多是什么不治之症吗？难道慢性支气管炎、慢性咽炎这个辈子都好不了了吗？今天我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这绝对不是什么不治之症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你可能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。你是不是一直把治疗的重点全放在喉咙上？是不是只盯着肺部在治疗？是不是总觉得痰就是呼吸道里的脏东西，只要清干净就好了？如果你目前的认知还停留在这个层面，那你可能真的要跟这口痰斗争一辈子了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大家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，找一个最舒适的姿势坐下来，我要带领大家进行一场深度的身体探索之旅。我不仅要从中医的最高机密层面为大家拆解痰的形成机制，告诉你为什么光吃西药化痰效果不彰，更要手把手教大家一道老祖宗传下来、经过数十年临床验证的4味真火食疗方。这个方子不需要什么名贵稀有的药材，只需要4样你家厨房或者附近超市就能买到的普通食材，煮水喝即可。只要你今天听懂了这其中的道理，并且喝对了这碗汤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那些困扰你多年甚至几十年的顽固老痰，真的能像积雪遇到烈日一样彻底融化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彻底清理体内这个垃圾场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我要健康，或者帮这支影片按个赞。这不仅是对我的支持，更是你对自己健康许下的一个承诺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。首先，我们要来解决第一个大哉问：这源源不绝的痰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大家试想一下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我们看到家里地板上有垃圾，第一反应是不是立刻拿扫把把它扫干净？
同样的逻辑，如果你发现肺里有痰，你的直觉反应就是吃化痰药去清肺。这就像是你拿着扫把在仓库里扫垃圾，今天扫了一堆倒掉了，明天又来一堆，你再扫再倒，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这垃圾怎么永远扫不完味。什么？因为你只顾逐清理仓库肺，却没看到仓库后门那辆日夜不停在卸货的大卡车。在中医经典理论中，有一句价值连城的话，叫做脾为生痰之源，肺为助痰之器。这句话简直是醍醐灌顶。它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肺其实是受害者，它只是一个仓库，一个用来装痰的容器，而真正制造这些垃圾的源头，那个源源不断生产痰液的工厂，其实是你的脾胃。听到这个理，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，高医师，脾脏在西医里不是免疫器官吗？跟消化生痰有什么关系？这个理我要特别纠正一个观念，中医所说的脾与西医解剖学上那个可以切除的脾脏 spleen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在中医里，脾是一个膀大的功能系统，它是人体的后勤总管和物流中心。这个总管主要负责2大任务。第一，它负责运化水谷，你吃进去的米饭、蔬菜、肉类都要靠脾的研磨、消化，转变成精微的营养物质，然后输送到全身，变成你的气血和肌肉的能量，这是它的基础工作。第二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它负责运化水液。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你每天喝那么多水，身体代谢产生那么多废水，这些水怎么走？怎么变成汗液排出？怎么变成尿液？怎么变成滋润口腔的唾液？这一切全都要靠脾这一个大帮浦来推动。如果脾的功能正常，这个帮浦马力十足，那你体内的水就是活水，是清澈的津液，能滋养你的五脏六腑，让你的皮肤水嫩，口腔湿润。但是重点来了，大家仔细听好，如果你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，暴饮暴食，或者像台湾这种炎热天气爱喝冷饮，手摇杯，又或者现代人压力大，思虑过度，中医说思虑伤脾，导致这个水帮浦坏掉了，转不动了，或者管道堵塞了，会发生什么事？那些本该被排出体外的废水、脏水就会停滞在你的身体，离水一旦不流动，就会偏滞，就像路边的积水坑，在太阳底下晒几天，是不是就变得浑浊、粘稠、发臭？人体也是一样，这些停滞的湿气在体温这个火的熬煮下慢慢浓烧，就像熬糖浆一样，越熬越稠，最后就变成了痰。所以说，湿是痰的初级阶段，痰是湿的升级版本，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，都是脾胃功能失掉后产生的工业废料。那么为什么脾胃产生的痰最后会跑到肺里去呢？这在中医五行理论理解释得很清楚。脾属土，肺属金，土生金，脾是肺的妈妈。再者，人体的气机是向上的，肺是人体脏腑中位置最高的器官，我们称之为华盖。湿气和痰液会随着气机的升降，像水蒸气一样往上飘，最后冷却凝结，就挂在了肺这个天花板上。肺是非常娇嫩的脏器，它喜欢干净清润的环境。突然间来了这么多黏糊糊、脏兮兮的东西，肺自然会觉得不舒服，它就会启动自我保护机，试图通过咳嗽、通过纤毛的摆动，把这些脏东西排出去。这就是我们感觉到的咳痰。所以当你看到自己咳痰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只怪肺，肺其实是在自救啊！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下面那个罢工偷懒的脾胃。如果你只治肺不治脾，就像是只打扫仓库却不管工，厂停工，这痰永远也治不断根。
这也就是因为什么很多人慢性支气管炎、咽炎拖了几十年治不好的根本原因，路走错了，只会越走越偏。原理讲清楚了，但很多朋友可能心里还在犯嘀咕：高医师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我怎么知道我的痰是不是脾虚造成的？万一我是别的原因呢？问得好。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辨证论治，如果症型不对，喝了也是白喝，甚至可能适得其反。现在请大家跟着我做一个沉浸式的自我体检。我们不只要看痰，还要看你的全身状况。如果你中了以下3个或更多特质，那你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典型的脾虚湿盛体质。今天的方子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第一步，观察痰的长相。我们今天要对付的这种顽固老痰，它长得很有特点。如果你的痰是白色的、质地稀薄，或者是透明胶状的，有时候甚至带着很多泡沫，咳出来的时候感觉凉凉的，或者总觉得喉咙里还有一点黏着，咳不干净，那这多半就是寒痰或湿痰，是脾阳虚湿气重的铁证。这个里要特别提醒，如果你的痰是黄色的，粘稠的像脓一样，甚至带有血丝，同时伴有高烧、胸痛、口苦，那是肺热、湿热，甚至是肺炎的表现。这个情况请立刻去医院使用清热解毒的药物，绝对不适合今天这个温补的方子。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寒热。第二步，看舌头的颜色。现在大家可以找个镜子，或者用手机自拍一下舌头。脾虚湿气重的人，舌头通常是不敢见人的。首先，舌体胖大胃。什么胖？因为水肿，身体里的水排不出去，把舌头都泡肿了。其次，舌头边缘有齿痕，舌头胖大了，就会挤压到两边的牙齿，时间久了，舌边就会被牙齿印出一排排的痕迹，像饺子边一样。这就是著名的齿痕舌。最后看舌苔，正常的舌苔是薄薄一层白苔。如果你发现你的舌苔白厚腻，看起来湿湿的，甚至用刮舌板都刮不掉，那就说明你体内的湿气已经长得非常深了，就像长了青苔一样。第三点，看大号粪便。这个话题虽然有点重口味，但非常重要。脾虚的人大便往往不成形，烂烂的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溏泻。还有一个典型特质就是大便排不尽感，明明拉完了，总觉得肚子里还有一点，而且那个大便特别黏马桶，冲水一次冲不干净，还得用刷子刷位。什么？因为湿气太黏了，它不仅黏你的喉咙，也黏你的肠道，肠道里全是湿气，大便自然就不浅脆。第四点，看身体的感觉，你是不是经常觉得累？这个种累不是做工后的累，而是睡醒了还是累。每天早上起床是一天中最痛苦的时候，头昏脑胀，像裹了一条湿毛巾一样不清爽，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只想赖在床上不动。吃完饭后更是只想躺平，动都不想动。中医叫这个湿性重浊，湿气是阴邪最容易困住人体的阳气，阳气被困住了，你就没精神，整天无精打采。第五关，稍微吃一点东西就胃胀，这叫纳呆，或者一吃凉的油腻的马上就拉肚子。有时候嘴巴里觉得淡淡的没味道，或者睡觉流口水，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。好，这五关过完了，你中了几条？如果你觉得我刚才描述的简直就是在说你本人，请在心里默默确认，或者告诉我你最不舒服的症状是什么。如果这些你都对上了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找对影片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道思维真火祛湿汤，就是你的救星，能帮你把这些湿气、痰饮通通烧干净。既然我们找到了病根脾虚、湿盛、寒凝，那我们该如何精准打击呢？我们不能蛮干，
要巧干。今天我要教大家的这一道食疗方，虽然只有简简单单4味药材，但它的配伍极其精妙，深得中医治痰的精髓，简直是中医排兵布阵的典范。这4味药就像是一支配合默契的特种部，队有侦察兵，有突击队，有后勤，还有掩护。这4味药材分别是生姜、陈皮、茯苓、百合。别看这几样东西在菜市场几10块钱就能买一大把，但如果你懂得怎么组合，它们爆发出的能量是惊人的。现在我们就来逐一介绍这4味大姜，看看它们是如何过关斩将、扫除痰湿的。首先打头阵的是生姜。俗话说，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生姜大家再熟悉不过了，但在中医眼里，它可不仅仅是调味品，它是偶家圣药，更是温中散寒的法宝。我们刚才说了，脾胃为什么罢工，为什么不能代谢水湿，很大一个原因是它冷了，冻住了。就像冬天的汽车引擎，零下30度，你发不动了，这时候生姜就派上用场了。生姜性温味辛，它就像一个高能点火器，或者说是一把烈火扔进你冰冷的胃里。第一，它温胃散寒，喝下去肚子立马暖洋洋的，这股热气能唤醒脾胃的阳气，让冻僵的帮浦开始解冻运转，动力就来了。第二，它能宣肺解表，生姜走而不守，它的辛辣味能把肺里的寒气散出去。对于那些一感冒就咳嗽加重、痰稀白清冷的人，生姜是特效药。这个里我要强调一个细节，用生姜的时候尽量带皮用。很多人做菜喜欢把姜皮削掉，千万别削。中医讲姜肉发汗，姜皮利水。姜皮是凉性的，姜肉是热性的。带皮吃，既能利用姜肉的热去温脾，又能利用姜皮的凉去制约燥性，还能帮助利水消肿。这就是中医的平衡之美。带皮的姜才是一块完整的姜。第二位关键人物是陈皮，但请记住，一定要用陈的，也就是老陈皮。所谓1两陈皮1两金，100年陈皮胜黄金。新橘皮太燥，而且可能有农药残留。我们要用药房里泡制好的那种陈皮，最好是广陈皮。陈皮在这个方子里有2个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第一，理气。记住这句话，气滞则痰凝，气行则痰消。脾胃虚弱的时候，体内的气机往往是乱的、堵的，气不走，水怎么流？陈皮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交通警察，站在十字路口吹哨子，把堵塞的气机疏通开，气顺了，卡在胸口的痰自然就松动排出来了。第二，陈皮有独特的芳香，能醒脾。它的温燥之性就像烘乾机一样，能慢慢把脾胃里那些黏腻的湿气烘乾，湿气没了，痰就没有了来源。第三位是茯苓。如果说生姜负责加热，陈皮负责开路，那茯苓就是那个任劳任怨的搬运工和抽水机。茯苓这个种长在松树根底下的白色块状药材，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利水渗湿。什么叫利水渗湿？就是它能不动声色的把身体里多余的废水、脏水通过内部的水道引导到膀胱，最后通过尿液排出去。而且茯苓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特点，就是利水而不伤正气。很多利尿药是杀敌1000自损800，把水排了，人也虚了，阴经也伤了。但茯苓不一样，它非常平和，只排坏水，不伤好水。同时茯苓还能健脾宁心。很多痰湿重的人睡眠都不好，容易心慌。茯苓在祛湿的同时，还能帮你把失眠调理好。最后一位也是这个方子最画龙点睛的一笔百合。很多懂点中医的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会问，高医师，生姜是热的，
陈皮是温的，茯苓是平的，这组合祛湿是很强，但会不会太燥了？会不会上火？会不会伤到肺阴？问得太好了，这就是庸医和良医的区别。治病要全盘考虑，不能只顾助穷追猛打而忘了护体。痰湿在体内久了，或者你反复咳嗽，肺阴肯定受损，喉咙肯定前燥。这时候如果只用温燥的药，痰是没了，但喉咙可能前得冒烟，甚至咳血。所以我们必须引入百合。百合性微寒，味甘，是润肺止咳、清心安神的佳品。在这个方子里，百合有2个作用：第一，润肺修复，它就像一层保护膜，滋润你受伤的肺部和气管，让咳嗽平息下来；第二，调和平衡，利用它的寒凉和滋润，去中和生姜、陈皮的温燥。这样一来，整个方子就达到了完美的平衡，温而不燥，滋而不腻，祛湿不伤阴，化痰不上火。这就是中医讲究的阴阳平衡。这4味药生姜、陈皮、茯苓、百合各司其职，又互相配合，组成了一支攻守兼备的强大化痰战队。方子讲的再天花乱坠，如果大家不会做，也是白搭。接下来我就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在家熬制这道神奇的祛湿汤。这部分大家最好拿笔记一下，虽然简单，但细节决定成败。食材清淡，生姜切1大块，大概10到15克。再次强调要带皮，用盐巴把外皮搓洗干净，切成细丝。陈皮10克，去药房买泡制好的，稍微用水泡软。如果里面的白瓤太厚，可以用刀刮掉一点，这叫去白，可以减少燥性。如果你不在意，留着也行。茯苓10克，就是那种白色的小方块，稍微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浮尘。百合10克，浅百合清洗干净。制作步骤：第一步，入锅，找一个养生壶、砂锅、陶锅或者玻璃锅，千万记住，不要用铁锅或铝锅，这是熬中药。金属锅容易和药材发生化学反应，影响药效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。把洗干净的4样食材全部丢进锅里。第二步，加水，加入大约1000毫升的清水，差不多就是2瓶普通矿泉水的量。如果你家里人多，想煮给全家喝，可以按比例增加分量。第3步，熬煮，先开大火把水煮滚，水开之后转到最小火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中医讲究文火慢炖，特别是茯苓比较硬，煮的时间太短，有效成分出不来。盖上锅盖，慢炖30分钟。在这30分钟里，你会闻到一股橘皮的清香，混合着百合的幽香飘出来，非常闻起来很舒服。第4步，焖一会儿，时间到了之后关火，但别急着喝，盖住盖子，再焖个3-5分钟，让药气回流，然后把汤倒出来，稍微放凉一点，温热不烫嘴的时候喝。怎么喝？一定要趁热喝，别等凉透了再喝，凉要上胃。我们就是要借着这股热气来散寒化痰。最佳服用时间是早晨或者饭后1小时。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，这时候喝效果最好。晚上尽量少喝，因为生姜有刺激性，可能会影响睡眠。如果你痰多咳得厉害，可以1天煮1次，分早晚2次喝。如果是日常保养或者觉得喉咙没那么难受了，1周喝个2到3次就足够了。这个里有个小秘诀，煮完后的药渣别扔，百合和茯苓煮软了是可以吃的。茯苓虽然没什么味道，口感粉粉的，百合软糯香甜，吃下去一点都不浪费，还能增强药效。生姜和陈皮，如果你喜欢吃也可以吃，吃不下就扔掉。说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可能心里想，太好了，我有方子了，
我这就去买材料煮水喝。且慢，且慢，如果影片到这里就结束，那我就太不负责任了。因为我见过太多一边吃药补身，一边作死伤身的例子。这个方子虽然好，但它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。如果你一边喝这个汤，一边还在源源不断地给身体制造垃圾，那就好比是一边点火一边泼水，这痰永远也清不干净。想要彻底断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必须痛下决心，改掉这3个坏习惯。第一，戒掉生冷寒凉。台湾的手摇饮店满街都是，许多年轻人，甚至很多中老年朋友，冰箱里全是冰镇饮料、冰西瓜、冰啤酒。朋友们，脾胃最怕的就是寒，一杯冰水下肚，直接就把脾胃的阳气给浇灭了。脾阳一灭，运化立刻停止，湿气瞬间生成。你这边喝着姜汤想生火，那边一杯冰可乐泼下去，你说这水能烧开吗？这个痰能化吗？所以想化痰，第一件事，把冰箱里的冷饮通通扔掉，换成温开水。第二，戒掉肥甘厚味。什么是肥甘厚味？就是卤肉饭、盐酥鸡、炸鸡排、奶油蛋糕、珍珠奶茶，特别是甜食和油腻的食物。中医常说，甜能生湿，肥能生痰。太甜的东西黏腻，容易阻碍脾胃气机，直接变成痰湿。胃什么线？在很多小朋友咳嗽老不好，喉咙里呼噜响，就是糖果、蛋糕、牛奶吃太多了。牛奶对于脾虚痰湿重的人来说，有时候也是生痰的催化剂，建议减量。调理期间，饮食一定要清淡，多吃绿色蔬菜、五谷杂粮，少吃大鱼大肉，给你的脾胃放个假。第三，戒掉久坐不动。中医讲，久坐伤肉，脾主肌肉，你整天坐在办公室，坐在沙发上不动，脾气就郁结了，运化不动了。水要流动，人要活动，一定要动起来。哪怕每天晚饭后快走30分钟，走到微微出汗，这叫动则生阳。阳气足了，湿气自然就蒸发了。除了喝汤忌口，我再送大家一个身体自带的强力化痰开关——丰隆穴。这个穴位在哪里？在你的小腿外侧。怎么找？从外膝沿膝盖外侧的凹陷触到外脚踝尖，连一条线，取中间点，然后在这个中间点向外向后大约2指宽的地方，用大拇指按下去。如果你感觉到强烈的酸胀感，甚至有点痛，那就找对了。丰隆穴是胃经的络穴，专门管痰湿，号称人体第一化痰大穴。没事的时候，看电视的时候，就用大拇指按揉这个穴位，或者用拳头敲打小腿外侧，每天每边按揉5分钟，配合我们的4味真火祛湿汤，效果简直是如虎添翼。最后，我来回答几个患者最常问的问题，相信这也是大家心里的疑问。问题1：小孩子能喝吗？答案是可以，但小孩子的脾胃比较娇嫩，分量要减半，甚至更少。如果孩子嫌生姜辣不爱喝，可以少放点姜，或者加一点点冰糖调味，注意是一点点，糖多生痰。问题2：孕妇能喝吗？孕妇是特殊群体，虽然这4味药都是药食同源，比较安全，但生姜活血、陈脾理气，为了绝对安全起见，孕妈妈如果痰多，建议咨询产检医师，或者通过清淡饮食来调节，不要自己随意大量服用。问题3：糖尿病、高血压能喝吗？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喝，这些食材升糖，指数低，我们绝对不加糖就行。高血压患者，除非你是那种肝阳上亢特别严重、满脸通红、脾气暴躁的类型，如果你也是痰湿阻滞型的高血压，是可以喝的，但最好监测血压。问题4：
前咳、喉咙、前痒、没痰的人能喝吗？绝对不能。我再次强调，如果你是前咳无痰、喉咙痛、舌红无苔，那是阴虚肺燥。这个方子里的姜和陈皮是温性的，喝了只会火上浇油。这情况应该用川贝炖雪梨或者银耳莲子汤这类滋阴润肺的方子，千万别搞反了。好啦，朋友们，说了这么多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养生不是吃药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痰虽然看起来不起眼，很恶心，但它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。它在告诉你，主人，你的脾胃太累了，你的体内太湿了，需要休息，需要大扫除了。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它看似小毛病就忽视它。很多大病，比如高血脂、脂肪肝、结节，甚至心脑血管的堵塞，在中医看来都跟痰湿脱不了干系。俗话说，百病皆由痰作祟，把痰湿驱除，把脾胃养好，你不仅能收或呼吸的顺畅，更能收或五脏六腑的安宁，这才是几十年的健康基石。希望今天分享的这道生姜陈皮茯苓百合汤，能成为你家庭药箱里的一把金钥匙，帮你打开健康的大门。稍后我也会把相关的药材比例做成简单明了的图卡，方便大家截图保存。我是高医师，专注于健康科普，只分享听得懂、用得上的健康知识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脾胃调理、气血保养的内容，记得关注我们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哪怕只有一句话触动了你，也请不要吝啬你的赞并，把它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分享到家族群组里，说不定就能帮到某位正被老痰折磨的长辈。最后祝愿大家脾胃强健，无痰无湿，身心轻盈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